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迎来第8次电视剧翻拍，这回剧迷焦点放在灭绝师太上。原来这次演出师太的是1994年饰演周芷若的周海媚，旧剧重拍引起观众兴趣，但不少电影台至今重播旧片比例过高，未来 NCC 可能修法控管。站在走廊看着周芷若练剑，梳起高包头，周海媚睽违14年再度演出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但角色已经不是周芷若，有着小清新容貌。新《倚天屠龙记》由大陆26岁祝绪丹饰演周芷若，不过网友看剧焦点全在她的师父灭绝师太上面。周海媚曾在1994年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饰演周芷若，当时的脱俗气质跟现在相比根本没有差别。1994年版《倚天屠龙记》，我受够了，我要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曾被誉为是最美周芷若的周海媚，这次演出灭绝师太，让网友直喊冻龄美貌完全不输新版的周芷若。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迎来第8次电视剧翻拍，先前的版本也不停在电视台重播，现在就有不少电影台被点名，重播太泛滥。像是2013年上映的动画片《冰雪奇缘》，还有《哈利波特》系列，常常一播就是好几集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27日召开委员会，未来电影台的首播率计算将排除播出5年以上旧片，换到其他频道上播出，将一律视为重播。电影台首播率低于一定比例者，未来凭借换照恐怕面临撤照处分，另外也可能会影响旧片或戏剧的流通与版权收入。